将富汉言利有名有人，就是将各项东言话带在康主，破克义务所成名，注文字，为阮地主话我合接，一股好一下好，我一股意第三章，主话大典地也，今也顺欠，我种种拜下地也，今拜互相太也，谁为将我种下。将主实事，无义无弊，无告无我，就将主为有空，话文王记不文不在书后，天一将上书本也，何事者不得无书本也？天一必上书本也，空云其如无何？将太在不无之狂玩，夫主性者无，此即得灵也。之狂话，故天长之将性，有得灵也。主文之话，太在之我好，我小也先，故得灵之事，君主得何在，不得也。这话。主文我不提个人，第七章主话我有知何在，无知也。有匹夫问我，空空如也。我确其中端离极定，第八章主话红命不至，可不出道。我意乎？第九章，自见诸出者，便以上者，无过者，见之虽小必作，各自必出。第十章，感恩为人谈话，两是米歌，三是米间，两是在前，不言在后。夫子顺顺人，善有人。看我一文，用我一力，欲罢不能。既结我在，如有所入当你，虽欲将士，或有也已。一章主疾病，主罗斯文人为行，并干话9以在。有之行法也，无行而为有行，我虽欺天后，且无其事物行之修也，无量事物之三子之修好，且无将不得大众，无事物得落后。12章主狂话。有理若无事，温度地上之，有身家的高主，主话高自在，我太家者也。第13章，主也故求矣，其话如之何？主话君主故之，何乐之有？14章，主话我主为欢乐。任何格性，哪上各的技术？15章主话出则负光轻，入则负负轻，常事不敢不变，不为纠困，何有无我在？18自在传上话，世家如舒服。不加丢也，
出将自话我未见，好着如好食食也。28章自话譬如为山，必成一归，必我之也。譬如平地水河一归，就我往也。19章自话有志而不得志，机会也有。第23自为干言话，适合我见之志也，我未见之志也。21章自话表里不受者有一乎，受里不识者有一乎。22章自话何心可为，因比大者之不如今也。事实我是理不文言，事业不足为也已。23章自话法故之言，灵不讲好，待之为贵；顺物之言，灵不益好，益之为贵；益之不益，讲理不改。我不主之何也已矣。24章自话主张性，唯有不如己者，就这不但改。25章自话三军可夺水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26章自话以备温炮，有以好好食力，力不体者机油也有。不知不求，何用不从？诸罗将心相知，自话是德也，何足以从？27章自话岁寒然后地上别之何调也。28章自话智者不歇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屈。29章自话可有强下，未可有识得，可有识得，未可有力，可有力，未可有管。30章当地之华，天机幻理，气不离书，息事万里。自话未之书也，夫何万之有？